第一场的礼拜要开始，请兄弟离伴心，抒琴奏乐。宣调，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因为我的兄弟甲同伴缘故。我要讲，愿平安伫你的内面，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的缘故，我要替你求福气。这是咱的起立吟圣诗230首，圣诗230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做伙吟全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齐聚在我上帝面前，多谢饮食而乐一起，上帝之前长老着见，上帝以我无怕上帝，咱最主义以来世人，一定得到一致的，只多之尊，咱着上苍，大家当地天的梦来，当心欢喜，敬拜上帝，上帝大恩到万世代，他管的地，他管的地，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光欢喜，天光上帝，上帝主必听堂黎明，当当我故眼望恢恢。咱有愿听的，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论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可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那今晚请坐。
这是课文第19篇，课文第19篇，诗篇84篇。课文19篇，伫圣诗后壁面1033页。我来刻，恁来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我的心神永我的上帝欢喜唱歌。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切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连婴仔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阿囝的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上锡安山朝圣，因经过大数山谷，拢变做泉源。秋雨降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朝见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爱空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殿院点一日，卡也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点伫社会人的厝内。这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以互咱恩惠甲光荣。伊袂捌老将好米，无互正直的人。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只是当心来祈祷。全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伫圣的主日，阮伫你的圣殿当中敬拜，是你所赏赐的恩典，嘛是你所欢喜的。今早起，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门，用阿罗入你的院。愿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当中，用你的话语，透过牧师的勉励来指示阮，互阮遵守你的诫命。主啊，求你拍开阮心中的目睭，伫祈祷中看见愿望，伫上帝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快乐。我们看见你的教会要有复兴，你的囝儿要有圣神的充满，伫生命当中要得到改变，心内有忧闷的要得到透放，要开始唱出喜乐的泉源。主啊，阮身体有病痛的，嘛要得到医治，因为耶稣你能死过我，赢过拢总的病痛。哦主啊，阮心内祈祷有欠缺，生活当中有困难、有惊吓的，嘛恳求你按健康听因的祈祷，将平安、喜乐赏赐予因，为因来开道路，互因知影上帝你是大搁有富有的上帝。愿咱的献上感谢祈祷，求你来赐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本会地下室改建工程奉献主日，敬请兄弟踊跃为地下室改建的经费特别奉献甲代祷。地下室改建工程预定伫8月15左右开工，敬请各单位伫本主日前放伫地下室的物件爱搬走，方便工程作业。敬请配合。第二点，本会8月19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是家庭探访，安排如下：探访的家庭：陈春忠、
刘秀贵、于正林、蔡英德、探访的牧长、王世尊牧师、于海平长老、陈美玲长老、高丽美执事、陈美仪执事、黄家平长老。第三点，本会2022年度第二学期信仰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凡依规定申请符合标准的，请伫9月10日前来提出申请。9月14拜四暗时8点召开奖励金小组的审核，本会伫9月17第二场礼拜来颁发奖励金。第四点，9月15拜五暗时6点半到9点半；9月16拜六上午8点半到暗时9点半，伫敬拜中心举办专人更新营会，对象是本会受洗礼的会员，佮文都学校上期的学员必修，费用500块，请伫9月3日前来伫网络顶管来报名参加。第5点，下周的主日8月20是基电会主日，该会派陈建信兄弟、郭建志兄弟前来本会讲道请安，敬请兄弟闭万心来奉献甲代祷。具体消息第一点，儿童牧区的消息有报名参加8月15到8月18，下午2点到5点儿童放暑假的活动的小朋友，当天来下午1点半开始报到，请准时参加。第二点，社青牧区的消息，定伫8月20到8月22举办2023真样 Plus 营会，欢迎还未参加过的社青也是少年人，拢会当来踊跃报名来参加。报名请找小组长，报名费是1500块。那如果真正有参加过，就是1000块。第三点，赞美操的消息，定伫8月19、26、9月2号、9号、16、23、10月14、21，拜六的下午3点到4点，伫清风的敬拜中心举办赞美操的运动班，费用是免费。欢迎兄弟踊跃杨丽萍队长来报名参加。第四点，辅导消的消息。第一小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会议室来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二点，社员消费性低利率的贷款是15万，利息是年利率3.6%。第三小点，社员在职的军工较紧，贷款30万，利息是年利率3.6%，到11月30前查止。第四小点，助学贷款的专案是年利率是0%。对即时到协会每学期的助学贷款额度来2万为止所以就停止报名、停止受理。欢迎读本国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有意愿的，会当来辅导社来咨询。告解消息，请牧师。好，咱头一项是高雄中华少年部有办结婚满50周年，还是60周年啊？伊写金婚、银婚是毋对，应该是金婚甲宣召婚哈。这个服务拢有送迄个纪念相一副伫即个中央节10月14要表扬咱民国62年还是52年结婚的长辈会当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咱高雄的职场合别事务中心有办职场的讲座有请逢甲大学设立新教授甲李信伟理事长张一伟执行长，有真侪重量级的讲员咱若要参加的会当
办公室报名，费用500块。这个地点是伫高雄仁恒堂4楼的尊贵厅哈。第三是台湾女子新人院有伫前金教会办启示录的密集的课程哈。黄淑华牧师伊真大的年纪，但是上帝予伊有真好的温书无论讲解圣经、先知语言，拢真温书。若要参加费用1600块。8月15以前，早鸟价1200若有参加过学员，会当过去参加200块。请咱办公室报名。以上。这是咱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到15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10节到15节。白话语的圣经是188页。台语汉语本是189页，和本是250页。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咱要看到15节。第10节，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起伫迄顶面，我总是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因为所下地基以外，无人会下别个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总是人若用金、银、宝石、茶、草、稻果起伫即个地基顶，逐人的工就要露显，是迄日要显明伊，因为。要对火来显现，搁火要试验逐人的工是甚物款。人所起做的工，若要留地，就伊要得到工钱；人的工若少落去，伊就拄着损失。独独本身要得到救，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以上。愿上帝话祝福伫咱大家。咱即时赞美要请双联圣歌队。
多谢少年习歌队的赞美。这是讲到题目是伫军机顶起坐，伫军机顶起坐，请陈牧师。谢谢大家平安。咱的隔壁讲，真心服侍主是人生上大的喜乐。感谢主哈，咱透过咱的上年圣乐队，互咱知影咱真心、真诚、真意、真力听咱的上帝啊，这是咱人生上界大喜乐。感谢主，咱这个主日啊，咱的旧报写的是咱教会这个大楼地下室改建的工程，特别的奉献主日啊，今日啊特别伫牧师要讲道的大声吼，有邀请。咱这帮这个地下室改建的工程，咱有请咱的品行设计公司品神设计公司今日的公司的负责人李先生伫咱中间最资深的一个设计师杨姓设计师伫咱中间，咱拍拍欢迎咱随时要请这个咱的设计师透过一个简单的简报介绍，互咱了知影讲，到底咱这帮是要做啥物来，请迄个杨设计师。牧师，长老、执事，各个油厂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歹势，我虽然河洛人，毋过我拢讲国语，所以台语有较无练转吼。有时阵会掺杂一个国语啦吼，听有就好吼。那这荣幸吼，药厂教会邀请阮来。设计地下室吼，甲迄个入口迄个1919要改做公共便所。那咱的地下室有2边嘛，一个儿童，一个成年，所以有分 A、B 区。那我有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简报啦吼。那等下咱看简报我大概简单解说一下吼。其实我甲药厂教会接触了吼，我有去看咱的下骹的地下室。那其实阮咧讨论甲长老因咧讨论设计当中呢，所以设计当中呢，就是伫地下室，因咱的地下室就是儿童遐，就是拢放咱的。囡仔的足侪物件的，那即边遮咱的主堂遮的地下室遐是咱的迄个装潢啦，有较久啦，所以因为地下室较潮湿所以会比较通风，比较没那么好。所以呢，我看了呢，阮咧伫设计当中咧讨论当中呢，我着去设计爱想足久啦，我嘛设计这些版本啦，毋过。我咧想我逐日灵修的时阵我有一个感动啦，上帝互我即句话啦，所以我着用这起头我念国语啦，因为台语我较袂通一点。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其实我简单讲，我后壁会小可互大家会众看一下。其实我咧设计当中，我设计阮的团队设计遮侪版本的。毋过阮咧讨论当中，我一直感觉，即项设计甲足华丽的，足侪物件。毋过迄种感觉毋是上帝要叫我用的啦，所以我的版本拢总差不多。最后你会看到这个版本是阮的团队设计第4个版本，因为我的感动是，这是要荣耀咱的神啦，毋是要荣耀阮设计师啦。
要应用阮设计师，阮的设计啊，足鸟足迄落个去。毋过，这是要应用神的，是要互咱的右昌教会逐个兄弟姊妹落来地下室，咱拢会使学了敬拜神的。所以我后壁会感动，咱会使看一包。好，下一张。所以我的设计理念呢，是来对搬石，我的意向就是一个搬石嘛。天顶的宝座，这因为咱右昌教这是神的宝座嘛，吼。立约神有甲咱立约，伊世世代代就是吼，咱做伊的囝，吼。然后这是神的厝，所以我会感动阮的团队的设计的理念，就是以即顶悬的经文加即个阮的感动的意向来的，好，来下一张。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有磐石。然后有天顶的宝座，然后有立约，然后有神的厝，吼，安尼好。来后一张，然后我简单介绍阮团队的人啊，因为今日是我甲阮负责人代表，然后有的设计师假日有时阵有代志，吼，阮简单。这是阮的基本的资料，啊，这是阮的团队的人，有负责人啊。我是主任设计师，那下骹阁有设计师助理，吼啊，阮即个李先生负责人，伊是拢负责阮的劳安安全，好来，吼，这是我的证照啦，拢总3张，吼，来后一张，这是阮另外一个设计师，伊无来，伊嘛是3张，吼，这是阮的证照。然后这是阮负责人李先生伊的甲级劳安的证照，吼，来，好，咱开始礼拜，咱油厂教会地下室，咱先对 A 区就是咱主堂这下骹这地下室，合作会，吼，办公室遐来，好，合作室，好，谢谢，好，咱对原始的办公室来。啊，阁有地下室的规划图，甲各个空间的配置，甲地下室的材质，啊，咱看一下，好来，吼，咱元素是安尼，哦，大家应该有印象啦，小可阁回想一下，吼，来，后一张，来，咱地下室的规划，来，对，咱的地下室入口，来，第一区等待的，来，第二区就是合作会，合作室。然后再来就是咱的吧台遐，阮要做一个会使互恁洗手，咱也幸福小组小组伫遐，啊，咱若讲有泡一个茶，会使伫遐洗一下手。来，咱这是多功能的，因为礼堂啦，伊其实是多功能的，咱会使伫遐，比如说有爱宴啊，或是很多的活动，因为伊空间较大，所以咱伫遐是最自由的，会使最自由的，会使做最济活动的啦，吼。来，再来。哦，这是大间的会议室，吼，来个细间的会议室，然后再来，然后这是咱的器材室、影音，还有音控，啊，搁咱的工具的储物间，吼，所以阮规个规划是安尼，所以这个平面图呢是家长了就是因针对油厂教会。大家的需要落去规划好啦。然后这恁着看较有啊啦，大多迄白面吼看较无。这是3D 模拟啦，吼啊，咱对顶悬为下底看，咱着看得清楚，吼，好来，再下一张，好，那这是来，这个是第一区，来再按一下，你安尼你就知影吼，咱对地下室就是。楼梯落去，吼，啊，咱伫个转换空间，迄个合作社的等待区啦，吼，啊，阮的意向就是必须，这稳固的，吼，上帝甲咱做伙就是上帝就是搬石，吼，所以就有一个搬石的意向，安尼，吼，来，吼，再来，这就是咱的吧台区，你若看阮的平面图就看到，吼，迄蓝色的，橘色的。就是遐有一个最简单的，会使互一个洗手、泡咖啡的，啊，可能有饼啊、糖果啊嘛，糖啊，啊，阵要伫遐，也有要协谈，也是关心
关心肢体的话，拢会使伫遮较放轻松，嘿来。好，这就是咱住的对另外一个角度落去看啦，吼。然后这是阮一个经文呐，就是礼拜啊，阮遮有一个嘛是一个厝搬石的意象，哈，再来。好，这种3D 模拟来啊，这是咧正正咱的多功能的一个礼堂，哈，啊，它也是都可以啦，很多的使用的那个方式都可以。吼，啊，咱对安尼看，啊，阮先来椅啊，我咧先啊倒椅啊，先来摆起哩，安尼逐个看空间较清楚。啊，你摆椅啊嘛无要紧，你互规个放空啊，伫遐嘛会使运动啥拢会使，哈，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吼，一个角度，我拢总用几个4个角度落去看，吼，安尼逐个就较清楚。然后这是会议室。吼，咱的会议室会看到，啊，咱就有倒啊，咱会使伫遐开会，吼，有大间细间的拢会使，吼，好来。然后这是青年区到遮，哦，咱即马礼拜儿童，吼，来。那儿童的区域，就是咱大遐儿童的迄边遐有迄涂骹底有顶地板，咱拢规个来揢开，所以我嘛是共款。有分这个啊，因为迄个咱的时间有限，我有一个材质，我先啊揢开啦，安尼吼，来下一张，吼，元素就是安尼，所以大家看，佮回想一下，下骹拢顶中铺啦，迄拢爱揢掉，因为地下室较潮湿啊，吼，来，然后咱的规划就是入口嘛，啊，毋过重点咱就是打 A、B 区，咱有卡一个，咱有以结构、技师迄安全为主，所以有拍一个通道，大概是200公分的宽度，然后241公分的宽度，互儿童甲咱的成年区会使相通，拄啊伫电梯遐，嘿，来，好，下一张，嘿，啊，这嘛是咱的3D 有俯瞰图，嘿，安尼大家较清楚。好，来下一张，那囡仔呢，就爱较活泼的，所以阮用色。颜色吼较活泼的，所以你会看这七彩的，吼安尼，啊，所以这是通道，哦，另外一边安尼，然后这是同款，阮的意象，阮就是有厝的形，有搬石的形，那有囡仔的色较七彩较活泼，互囡仔伫内底是足快乐的，嘿，好来，啊，这是正面的，嘿，阮有用平面吼，你会使去对角，嘿，来。好，下一张，嘿，然后伊拢总囡仔分3间主日的教室，所以每一间拢有每一间的色，嘿，来后一张，吼，啊来这个色，来搁后一张，嘿，好较活泼的，吼，啊咱的地板会垫铺咱的塑胶地板，安尼较清气上，嘿，来，吼，啊这是囡仔咧佚佗的空间，哦，会使伫遐。荡秋千、攀爬，啊，佫会使遐伫遐看册，会使涂鸦，所以阮的色拢是较活泼啦，吼，来，好，下一张，吼，啊，嘛有攀岩，阮有做一个小小的攀岩，互囡仔爱活动，因为囡仔算做较活泼嘛，较坐不下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攀岩区，吼，囡仔会使伫遐，嘛有园长讲的。感统区为囡仔，甲前庭2咧发展，伫遐嘛有迄个物啊，会互囡仔会使去快乐去学习，嘿。好，然后最后呢，就是咱入口即个1919即个办公室，因为即个阮是做公共厕所，可是我收到的，我感觉吼，无爱一入口看起来就是袂输便所的啦，所以阮的改变吼，会互伊感觉。袂输一个咱的水水的管理性的感觉啦，吼，来，咱往下看，吼，来，原始的办公室是安尼，嘿，啊，所以迄画顶悬迄物件拢会拆掉啦，吼，来，然后外观进前来，来停伫遮吼，这是进前是安尼，啊，整件了是安尼，吼，咱大门袂使伫即边，袂使伫侧面，侧面的感觉会袂输便所。所以咱的门是向伫咱即个建筑物遮，
啊，咱有分身心障碍一间，然后内底有男厕、女厕，吼，然后有公共的洗手的。那基本上原本才是顶挂砖呐，迄是足较旧底啊。所以阮要用的是用迄个红牌钢石漆，伊迄是咧用户外，直接阮直接要改色啦，嘿，安尼来。然后阮的通风无，要逐个窗仔无，拢较悬的。吼，咱的公共厕所就是男厕、女厕拢会使通风，所以你看阮的空间配置就是红色的，就是咱的便所入来。然后蓝色的，就是有独立一间的，这大间符合身心障碍的厕所。吼，来，好，来后一张。那这是逐个空间的配置的3D 图。吼，咱这是无障碍厕所。哦，配备拢有啦，吼，来。然后再来，这是公共厕所的洗槽啦，啊嘛有互为囡仔较加一个洗面盆，吼，啊嘛有一粒感应的，安尼吼，大家较方便。好来，啊这是查甫的，吼，查甫的，啊甲查甫有蹲的，嘛有坐的，吼，互大家较方便。来，过来。然后这是查某的，查某的有2个旧的，啊3个坐，安尼，嘿，来。吼，啊，这是公共厕所的内部，吼，大家看一下。好，来，过来。好，来，最后以即句话，各位右昌教会，大家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勉励。等咱完工的时阵，咱就是袂输，咱把即个上水的物仔献互上帝，万事拢互相效力。那叫爱神的人，拢得到就是按伊旨意，互伊呼召，拢得到益处。因为咱的工程当中，可能会杂做兄弟姊妹。那咱工程的当中，可能阮嘛是爱协调。阮若有做了较舒服的所在，哦，大阮欢迎，阮拢会逐工拢会有派一个人伫遮，吼。那毋过呢，我的意思是讲，咱上帝是遮奇妙的，伊打。好的、歹的，咱的舒服的，啥物伊拢咱若信上帝，照伊旨意行，伊会咱袂输，咱的菜，伊会即个菜，炒做一盘上水、上好食的菜，大家由衷教会的兄弟姊妹勉励，歹势我台语吼，较袂练转，谢谢，也感谢由衷教会，互阮品尝即个机会。有机会会使来服侍上帝，会使来做伊的工，会使来整理伊的厝，阮最荣幸的，感谢大家，谢谢。咱拍拍啊哈，感谢主哈，咱对着迄个阳性设计师，甲咱做真清楚的说明哈，应该拿对教会。这硬体有概念，应该真紧就会当了解所要做的哈。感谢主哈，咱50周年的时，教会有大楼有整建一届，已经经过22冬，感谢主，咱拄啊70周年哈，即帮咱的重点，迄伫咱整个的地下室，这地下室过去幼稚园甲咱这边是袂通，咱即马。甲拍通，吼，所以迄个空间感觉无共款。空间的使用，吼，较早是较简单的做一寡计经，吼，咱即摆会互功能搁较好的发挥，吼。特别咱即个便所，吼，因为1楼有时咱若咧办丧事、喜事，外口人常常有时吼，要去找便所拢真无方便。所以咱即帮有决定要设计迄个所在吼，咱有看到真水，应该比咱原来较水，你也袂感觉吼。拄啊上帝恩典，互咱拄啊政府甲咱配合即马，咱即个才会当用迄有你若便所随便要用，安那无法度吼。像咱地下室随便要用迄个有水的，无法度吼。除非你较早有设备，还是讲会当配合吼。感谢上帝恩典吼，好，咱看迄个 PPT 后一下，那头前敢无嘛？
哦，过来过来，在下面，无拍出来吼，好啊，我本来想讲我有拍一个，我有写一个吼，小可是对话啦吼，但是嘛是咧描写咱教会啦吼。感谢上帝施恩祝福，又将教会合一三听，终集信徒热心服侍，信仰传承一代一代，两边建堂，美轮美奂，大楼整修，气派非凡，智慧大楼栽培人才，敬拜中心展现未来。这帮的工程设计新款，当设备更加齐全，未来功能运作多元，教会宣告活力运转。这是牧师写的，大概对咱整个的教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咱伫1952年对旧城的母会来分析，即卖已经第71档。咱一个分析无偌久，中集兄弟大家就做热心，赶紧要找所在要建堂。迄天去探望刘明清长老讲伊则讲，即个土地就是伊介绍当时会当顺利甲即个杨大海先生买即个地，即个地较早是诚歹的地，那稳咱这是囤一楼关卡所以有人笑讲，你买即个地是要饲鱼，要做鱼池啊，毋是但是感谢上帝，通过中集兄弟大家同心协力，移山倒海真正吞吐了起一个真水的礼拜堂，迄是头一摆的建堂。当时会使讲，大家出钱出力大家毋出钱，佮出力。咱较早信徒真正出钱，佮出力，出工。大家要开始就斗阵吟诗祈祷了，大家来去做这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起好了，12家受高举。咱油厂较早无教会，要有教会是无简单。所以当12家受高举的是，大家拢足欢喜。所以当时去这个礼拜堂伫这个地方大家我感觉讲，我教会敢有迄种力啦，教会敢好厉害啊！所以咱的周燕全牧师写即句讲当时油厂大家拢流传一句话讲，油厂老大食肉烧菜。做事烧热，做代志是喊呱呱。去到一间庙有墙是无呱，就是讲有庙墙无庙呱。当然，伊讲我教会是美愿毋是？其实兄弟毋是啦，毋是美愿啦，毋是美国摕来帮咱去啦，是咱中集兄弟大家真正听主，欢喜奉献，欢喜出工，欢喜出力，尽力来做，所以这个。圣殿就起起，感谢主，到1980年代，咱油厂这个地区因为加工区的发展足侪外口的移民走入咱这个地区，所以咱的信徒就有增加。迄个旧的礼拜堂就渐渐无够用，所以伫1985年，咱的会员大会就通过第2遍圣殿的重建，咱就去一间咱即摆看会到咱一间。当时的工程费应该是1800万，搁后来有开即个智慧楼，就是咱的幼稚园，应该工程费是差800万。伫迄个时阵是无简单啦，无简单啦，大家出钱出力，所以当时本来想讲要乌地线讲实在，我若爱开足侪钱，所以就可惜。咱当时无乌地线，无全部乌啦当时本来这礼拜堂应该起较大，毋过随上1800万，我无能起较大感谢主咱就会当尽力起这间大楼迄个
军机是真勇啊，地基真勇，因为迄个铁军哦，厂长落去弄完转去去就知影，咱就是用加倍勇，所以这个大楼真坚固。感谢主，咱伫1990年的9月28日，这个圣殿甲迄个油工的地位楼吼，迄个献堂的落成的感恩礼拜，感恩礼拜。这是上帝有带领咱教会经过这2遍的这个建堂吼，拢去甲真水吼。到2002年，就是咱设教50周年。50周年，感谢主，咱拄啊牧师迄阵来2档吼。咱伫2001年3月7日，咱16届的中执会吼，也通过咱这大楼要征收，当时的预算是1700万。当然，这无包括冷气，无包括搁爱求大电吼。迄阵要冷气，咱这个是设计是真大吼。应该咱这大楼整个的征收完整吼，当时开票2000万吼，感谢主。咱伫2001年的年底完成，完成了，拄啊迎至50周年吼。互咱这个礼拜堂这礼拜堂咱的主堂吼，已经定征收22档吼，但是咱看起来足新啦，阁真水吼。咱当时伫这个地下室有足侪教室，搁咱1楼的副堂装修，2楼这个主堂装修，咱外口较早洗手间改做接待室吼，咱的便所位便器，过来加这个电梯吼，有这电梯，大家就较有咧起落落，无较早吼。你问咱长辈吼，恁敢捌去到咱的楼顶？前天去了，毋捌去到遐楼顶吼，因为爬楼梯爬到遐吼，若有会人嘛变大爬吼。即马有电梯了，所以咱面顶有会议室、有活动室有时有联歌种种办活动拢会伫面顶吼。感谢上帝，互咱有经过即款的征收，互咱即个大楼的功能更较好，带来教会真好发展。顶届征收当然只有一项意想未到，结果较无达到功能，就是咱的视听中心啦。视听中心当时想讲吼，咱应该有一个所在吼，若要放影片也会使看，要做甚物款的上年的大学吼，要上课爱动，可惜咱的发展有较慢，咱已经吼拢用无啥有着，因为咱下上年大学拢办袂成。感谢主，即摆已经有办咱的真爱人圣母学堂，即摆拢伫家骹咧用。当然，咱的地下室别的空间起了，更较好用，较宽会当做咱的空间的使用所以感谢主咱征收已经过22档，即马拄啊70周年过，咱希望教会阁有一个新的出发，咱希望会当关心到咱的下一代，咱的儿童，咱的青少年。嘛，咱的长辈，无论咱的世代，咱的无共款的族群，免来充分利用教会，互咱这么大的空间，互咱这个空间的使用，更较好用，更较有功能带来教会较大发展。所以，咱真正是感谢上帝，70当来，上帝有祝福咱的教会，有赏赐咱的牧者，无论是有报道的文士。有宣教的文士，有牧养的文士，有扩展的文士，有起造的文士，无共款的文士的牧者，带领咱的中级兄弟，会当互教会向前迈进。伫1990年，咱完成这个教会大楼这个大楼的设计师嘛是足有名是中原设计师，所以这帮当。这个阳性设计师来，咱甲看完了讲，咱这地下室这个设计伊本身
伊的通风的楼也楼啊真好，吼啊伊的整个的迄个形状嘛是经过真好的设计，所以即帮伊就要尽量保持咱的原来设计的水、建筑的水，啊伊功能会当互走出来，所以免定讲哦装潢一大堆啊弄啊吼，结果应该有的拢看袂到吼，啊应该有的功能所以显袂出来，所以伊有咧注重即点。啊，所以咱会使讲是伫这足坚固的地基根基的顶面来去做，这就是咱一帮的特色。佮透过咱一帮的设计，就是要互咱伫无论咱教会小组的牧养，咱小组的报道，咱教会文道的训练，咱的教育的功能，咱的社区创造的功能，咱下一代的教育，无论是幼稚园。咱的教会遮的儿童，拢兼顾会着做即款的设计，吼，这是咱的即帮的设计的特色。啊，望咱真正爱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关心、奉献，互咱会当顺时完成，啊，互教会会宣告，佮甲带领一个新的里程碑、里程碑啦，吼，啊，一个好，咱今日读的圣经吼。后期牧师要甲咱表达的吼，一切拢是上帝恩典，吼。所以今日圣经哦，讲保罗讲伊照上帝所予咱的恩啊，这个恩就是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予咱的恩赐。若无上帝的恩典，你恩赐较大，咱就无法度。啊，你无恩赐，咱也袂当做代志。上帝予咱会当愿意出钱。愿意出力，啊，佮有钱，佮有力，这教会就会当做代志。若无教会，什么拢袂当做。感谢上帝，上帝讲，这个使徒保罗咧去做教会哦，拿甲一个智慧的师傅头，要来去做，来立好的根基。伊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无别的根基，除了耶稣基督，这毋是根基。咱咧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咱咧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咱要去做耶稣基督的教会，咱去做目的就是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咱的教会。感谢主，咱是咧去做一款的根基。教会要开始，毋是开无路用，开就是毋望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来培养耶稣基督的工人，要来扩展耶稣基督的国度，这就是咱的教会。所以。伊甲恁讲，耶稣基督就是伊的根基，所以咱会建筑的所在，若毋是咧礼拜，就是要造就；若无就是要传福音；若无就是比如圣道的相通交谊。咱的教会，无论是咱的生活、咱的工作、自卫侍奉，拢是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的顶面。教会毋是干那硬体这个建筑物。教会是一个有活命的组织，那甲一个灵宫，所以除了咱这个建筑是要互咱使用，但是咱爱正做一个真正听上帝、欢喜敬拜、愿意祈祷、欢喜听人，咱欢喜去传福音，咱会当甲人建立好的关系，咱欢喜去造就人，咱有真好的教育装备，为着要来完成主。交托咱完成的迄个大使命，其他当然咱教会会当做足侪好代志，咱做社会服务，咱做救济、听心救济，这是附加的价值。上界重要的中心，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福音。这是今日教会咱咧做去做啊。所以第三点。就伫这个根基来去做。保罗讲哦，有人用金银报纸，有人用迄个茶草雕刻。当然，这材料无同款结果就无相像，无相像。金银报纸就是足宝贝，所以要讲咱要去做，头拄设计师讲的，毋是要用光人，是要用光上帝。毋是要为着干那人伫遐伫即个所在，互咱都欢喜快乐，咱会当伫遮享受，毋是干安尼尔。咱重要的就是真正，互即个去做会当
有真完美的功能，有一个真美好的发展来去做耶稣基督的教会。咱的教会当然毋是干那为着讲要满足咱的需要，所以咱就去偌水去偌好。当然，咱尽量就是教会的物件、公用的物件，咱嘛是爱要求迄个品质用较好。但牧师去美国读册吼，心中一个上界大的感受就是，咱台湾人甲美国人的差别伫倒个？美国人公共的空间要去做的，就是去上好的，因为这毋是要用10吨、20吨，这要用500吨、1000吨，所以伊一个门哦，永远袂歹。但是哦，咱若公共的空间，感觉讲这公家的物件免用较好，其实是毋对的。咱应该尽量，咱就是迄个公用的，大家要用的，爱用真久的，吼，咱永远爱将迄个上好的来献互主。感谢主，当咱这个工程做了，毋是干那讲只有短暂的，会当长远带来整个教会有更较好的发展。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咱两边的建堂，拢透过兄弟同心合意来完成。有人献减在8万、10万，有人18000，不管如何，拢是大家同心协力来完成主交代咱的工。伫圣经内面，先知合解讲哦，咱着爱去山顶彻查，咱着爱来去做圣殿。这个彻查毋是凊彩啊，是迄个黎巴嫩的香柏木啊，足好的茶。去这个圣殿哦，上帝就因为安尼得到欢喜，也得到荣耀。所以咱会当去做耶稣基督的教会，上帝的圣殿，这是伊所欢喜的，佫是互伊得到荣耀的。表示伊的百姓来荣耀伊的名，尊重伊的名，所以上帝的确欢喜，上帝的确祝福。所以合解佫讲哦，万军的耶和华讲佫无偌久哦，我要佫一遍震动天地海甲大地，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拢要运来，这个殿要充满荣耀。这是先知合解当时的预言。当因欢喜做上帝的工，毋是讲我家厝的起水水，圣殿放的老切切。这当大家欢喜去做上帝圣殿，互上帝圣殿会当真好的使用的时，上帝讲金是我的，银是我的，这个殿的荣耀要赢过先前的荣耀，伊要将平安赏赐予这个所在。当上帝欢喜咱，赏赐咱平安，咱所做的亨通顺利。咱要金有金，咱要银有银，咱要有什么物件，上帝的确就赏赐你。兄弟姊妹，去做上帝的殿，去做上帝的厝，这是荣光上帝，是伊欢喜的，伊一定纪念，伊一定祝福。牧师常常讲一句话，讲投资最福是稳了袂趁。哦，你看去迄个诈骗集团诈骗200几个结果吼。你看遐拄好，拄要去大使馆，人叫泰国发现伊的身份报台湾，甲掠倒来。本来想讲哦，我这200几个，我趁遮侪钱会当享受规世人啊！你投资的最后吼是稳了袂趁，即马就是爱去人来啊！吼，咱投资这个世界有赚有了，你买股票的人有赚来了，你投资什么有赚有了，但是投资伫上帝的国度的，伊的国度到伫永远。咱是稳赚袂了，稳赚袂了，因为咱伫天顶有迄个永袂败坏、永袂拉散、永袂衰退上帝的基业。感谢主，咱伫教会几啊遍的即款的建设中间，兄弟拢欢喜出力。咱来当参与，我相信上帝的确纪念。咱2005年买敬拜中心的时，吼。大家都临献，有人献150、20，感谢主牧师吼，嘛是临献20遍对牧师来讲，应该是足困难的，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恩典牧师嘛是照常会当完成心中所想的所以上帝的祝福实在是超过咱所想会到的。当时我足感动哦，咱有一个老兄弟吼，伊
靠着这个环保回收吼，摕20万来奉献。牧师啊，我都也无啥物，我都老啊，我干来做扣这啊，我存这20万吼，啊会当献互教会去买这个土地，感谢主吼。我相信上帝透过伊要讲，上帝所要做成的，凡事拢会，咱毋通轻看。只要咱欢喜，互上帝用，上帝要做真奇妙工。咱这帮的工程除了硬体，咱阁有足侪软体，所以大概爱1500万的工程。但是咱相信主一定会陪伴。感谢上帝，牧师其实就是活我的见证。当我欢喜为了敬拜中心付出，上帝感动，上帝感动，要去迄个所在，买即个所在，上帝有伊的心意。咱照上帝的心意去做的时，咱欢喜付出的时，上帝欢喜咱。所以牧师想讲牧师退休嘛，有厝人住无？感谢主，上帝早就陪伴。伫2018年，咱牧师馆要改做办公室应该是要去租，要去买拄啊上帝感动带领，拄啊会当去买。迄阵也无去买，即嘛无可能。迄阵要去买较有钱，但是上帝早陪伴。有一个兄弟伫阮的口座内底寄200万，毋是要互我啦，但是即200万拄啊，我讲会当互我周转，感谢上帝。经过这5冬牧师伫今年至少会当将这200万还了，所以这个钱款，才会当去买厝阁会当互助社，阁借款会当去装潢。但是当咱会当往一个目标走，咱去一步一步去行。上帝永远教育咱行，上帝享受牧师会当做一个真好的主体。我相信咱着磨伫主的一定无空空，咱奉献伫主的，主拢会记的，主会加倍来祝福你。所以，当我会当有一个真水会当大爽快的所在时，这拢是上帝恩典。会当知影讲，上帝为了主献上的拢无空空。主的恩典实在是超过咱所想的。咱会当投资伫伊的国度的，相信伫天顶有迄个永远袂败坏、袂衰退、袂拉散的基业。望上帝祝福咱，互咱一帮会当为了教会的即个地下室，甲变数真大的改建的工程的需要，奉献、代祷、关心，愿上帝祝福咱。三角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今日关心伫教会，上帝你的家。主啊，为了要教会的空间，上帝你互阮的恩赐来发挥功能，互教会进步，互教会所有的无共款的年龄层、无共款的族群，拢会当得到满足，佮互因会当受装备，成做上帝好用的工具，伫这个时代。做福音的工人来报扬耶稣基督福音，来广阔上帝的国度。主啊，你过去安怎祝福阮，今晚嘛要祝福阮，将来嘛要祝福阮。求你施恩伫阮所有的兄弟顶面，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器具，来彰显你的荣耀。感谢你，阿罗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回应诗。圣诗447首，圣诗447首，全能天父是万福。咱做起立来吟全首。
着大温暖，地主年来传扬福音，鼓励阮因世道人心，大王有兄定义的愿你甘那守护百姓。现在咱要来祈祷，特别咱为着咱这个地下室改建的工程，今日就是咱一个定期的礼拜，透过这个礼拜，愿上帝祝福咱，互咱整个的时间为头到尾拢会当顺遂，互咱的设计师的团队，因的时间会当真水真好咱所有需要，上帝也祝福咱。金银拢是伊的，伊的确为着咱陪伴，互咱为着这个建殿的工程，咱若奉献，咱若关心，咱若带到，咱大家出声祈祷。主耶稣，感谢你，阿罗你，互阮今日教会为着地下室改建的工程、变数工程，主啊，阮来举行这个特别的礼拜，主啊，来感谢上帝恩典过去。按怎带领阮来起造两边的圣殿，互教会会当顾尾敬拜中心，互教会也会当教会大楼整修。主啊，阮已经70年，阮要点燃过来的日子，互教会更较会当发挥大的上帝你互阮的恩赐。主啊，你的恩典，阮将教阮福上加福伫阮的中间，互有将教会成做一个有保养耶稣基督福音，会当来起造耶稣基督教会，确定上帝国度的一个教会。主啊，你祝福，互阮为了这帮的工程，甲阮的设计师的团队拢同在，甲阮整个建设的小组同在，甲兄弟姊妹同在，使兄弟姊妹会有智慧财能力，互阮有金有银，阮就会当奉献，阮会当关心，阮会当带到来完成你的托付。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这时要来收奉献，请这时来收奉献。有一个70周年的奉献录这特别为了咱一帮的地下室改建的工程奉献咱会当利用这奉献录咱今日无闭班，咱嘛会当搁继续奉献，是咱会当一个月我会当为了这奉献偌济，其实咱嘛会当奉献。我相信咱为主献上的，的确主会记验，主会一定加倍赐福咱。去你那里奉献诗，我的情，永出龙潭的街，我的在情。你相思，甘愿用你做器具。阿门。咱做伙来奉献的祈祷。大哥富裕的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你用慈悲款待阮，用平安喜乐充满阮。阮也用感谢阿乐回应你，感谢你赏赐伫工作、家庭、服侍，互阮有得到稳定。阮也用金钱奉献敬拜你，
愿你欢喜降纳阮所献，求你继续保守甲看顾，也为着地下室的工程来奉献。求你，互阮的工程有安全、有顺利，互上帝的厝得到荣耀。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咱来吟祝福册恳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主上帝，保守所言无体，所平安全平安，愿心勇敢度万难，行吧勇往主的面，永守。祝祷咱请陈牧师，当恁人平安去，愿恁成做一个有智慧的师傅头，会当立好的根基，会当伫耶稣基督的根基的顶面来起造，伫恁的工作、伫恁的生活、伫恁的家庭，拢得到上帝祝福，也将教会地下改建的工程完全交托伫上帝慈悲的圣手的保护下面，互一切拢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